東海、南海爭劃界，原來錢作怪。菲律賓方面的有關做法，絲毫不能改變南沙群島、黃岩島在內的南海諸島以及附近的海域，屬於中國的這樣一個基本事實。中國近年成日藉住軍演響南海、東海宣示主權，唔好睇小呢啲島仔啊！其實全部都係錢嚟㗎。中國都同一紮嘅東南亞國家，包括咗菲律賓啦、越南啦，呢啲國家就住呢個南海咧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嘅。咁呢個咧，各國都係為咗佢嘅專屬經濟區，而特別緊要嘅就係為咗佢嘅石油海底入邊嘅石油供應。依家全球每日原油消耗量接近8800萬桶，中國嘅石油入口量仲佔咗佢哋使用量嘅53%。所以除咗爭石油資源，中國、美國都會藉住能源外交去確保能源供應。美國咧好積極地就同中東一紮國家咧保持好良好關係嘅，咁而中國咧都好積極同非洲啦，甚至係呢一個中美洲、南美洲嘅呢啲嘅石油出口國咧係維持個好好關係嘅。奈何唔少有豐富石油資源嘅國家，都係一啲第三世界國家，好似利比亞、蘇丹咁。中國、美國呢啲世界大國就會向佢哋示好勾關係，但如果唔聽話就會打佢哋㗎。伊朗就位於波斯灣啦，佢就扼要住呢一個叫霍爾木茲海峽啦。咁嗰度咧係基本上影響咗全球啦接近40% 嘅能源供應嘅，所以美國同歐洲國家就非常之恐懼呢個伊朗。90年代波斯灣戰爭同埋03年出兵伊拉克，甚至11年嘅卡達菲政權，美其名係推翻對方獨裁政權，不過講到底都係貪人哋國家嘅石油咋。